好，没关系，你不要举手。好，没关系。那大部分都台东人哦。我怎么没有看到我的亲戚？我只有看到我部落的年轻人。是怎样？有卑南族的吗？卑南族跟阿美族以前是世仇，杀来杀去的，像切沙西米一样。好，现在都已经差不多了，结婚了，有了，有联姻了。好，那新歌发表好不好？好。谁敢说不好？试看。这是因为听完我爸爸的故事，我才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远洋》。早期的阿美族男生第一批出来工作的，大部分就是从事远洋工作的。阿美族也很特别，我们是母系社会，所以女孩子都会留在家里，要继承家里的财产、家里的土地，所以男孩子就是要送出去工作。歌词的意思是在讲说，我爸小时候就是一直期待可以长大，然后真的长大的时候在学校读书，他想要出去外面闯一闯，所以在当兵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跑比较远，就是跑去做远洋。但远洋有很多无奈，无奈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家里需要钱，需要帮忙。他一辈子就没有什么梦想，因为就在船上，船有点像一个监狱，在海上。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耶呀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耶呀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嗨呀那哟耶。Yuga maho kabui, mamahai sakara harau, binanai tu sakatayarau. Yuru mahatu kabui, mitipi tu ibukuau, misai tsu sakacitang. Menghai dukaku, disedek parucu aku, sapi karija tu damina. Yuma dayai damina, dia sentuhku diaro, taramara ayai difuti. Oh ahaya. Oh, 马鲁来比福丁啊，马尔的阿萨马安，萨格哈尼嘎马罗。 Yo, 马代亚伊达米那，比亚圣杜古尼亚罗，达拉马拉阿亚伊福丁。 Oh ahaya na ahaya, oh ahaya, ahaya na yo ye. Oh ahaya na ahaya, ahaya na yo ye. 马鲁来比福丁啊，马尔的阿萨马安，萨格哈尼嘎马罗。 Yo, 马
はいよはいやないよおあはいやなはいえおはやおはいえいやはいよはいやないよおあはいやなはいえおはいよはいやはいよはいやないよおあはいやなはいえおはやおはいえいやはいよはいやないよ